为着要对抗超级细菌，这抗生素的抗药性一直拢是医学界正关注的议题。即马国立中兴大学的研究团队最近就发现，这个细菌当中的关键分子，会当帮助专家来开发未引起抗药性的新型抗生素，而且伊嘛研究出这人类的免疫系统，其实就是对细菌当中的蛋白质演化来的。 研究人员先把大肠杆菌抽出来，佮用碰布甲木片两百分离出来。中兴大学研究团队用超过10年的时间，去年底有发现细菌内底一种新型的血甘酸新的分子，叫做宽香嘧啶血甘酸。伊就那亲像是细菌内底警报器，一旦受到攻击，会送信号，发动保护机制。这个研究成果会有利咱去解决超级细菌抗药性的问题。 可以去把这些讯号分子把它去除掉，那这样细菌呢，它在抵抗的时候它就比较薄弱，我们就可以破坏它的防御机制，然后让细菌更容易死掉这样子。 抗生素的滥用会造成唔惊药的超级细菌的产生。世界卫生组织有估到2050年，每一年有1000万人因为抗药性的问题死亡。目前抗生素的开发较侪是注重咧杀菌，但如今发现宽香嘧啶血甘酸，都可能互抗生素的开发转向去解决关键分子，都袂有抗药性的问题。 另外，研究人员嘛发现，咱人先天免疫系统的核心成分，若是来自无良骨动物的品仔，上久可以当对到是对细菌演化出来的。发现到细菌的抗病毒的这样的一个抗菌蛋白呢，跟人类的免疫系统的免疫蛋白的结构非常的相似，所以这个也解构了过去人类这个人类的免疫系统的起源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发现。 这两项革命性的研究成果，在2023年下半年陆续登上自然通信科学期刊内底，嘛提供予医界临床试验有一个合理依据，有利去开发这种未去引起抗药性的新型抗生素，真做是对抗超级细菌上厉害的武器。记者综合报道。